水星進入雙魚座，順從內心的聲音，釋放深層情感。當多顆行星尚在水瓶座之際，水星已急不及待轉入雙魚座的情感世界，放大了內心的每道聲音，讓我們抽離於明確的黑白界線及刻板的硬殼，以柔軟的姿態去打開生命中各種可能性。水星轉星座後，很快就會碰上月交點，所以星盤受是次星象觸及的人，近來可能面臨一些生命的轉折點，或是遇上着改變人生軌道的交叉點，思緒因而陷入混沌，內心掀起強烈的波瀾。這段時期，我們對現狀感到混亂，對前路充滿懷疑，亦對根下的問題感到彷徨無助。形形色色的資訊或是旁人的建議可能相互矛盾，令你進一步陷入迷惘。當水星落入雙魚座的汪洋，我們首要的就是聆聽內心與直覺的聲音。大多時候，我們會因為外界都那些所謂的理性、所謂的成熟、所謂的標準而抹殺了內在的想法，於是我們跟從着外在的聲音，跟核心的自我越走越遠。我們之所以經常會產生失望，是因為我們總是用了別人之期望來說服自己會得到某個抉擇會得到什麼，然而得到的都不是內心真正的嚮往，違心而行的最後，生活只剩下更多的迷惘與困惑。這段時期，請好好抒發內心的思緒，讓那些混亂的情感都直接流露出來。只有當我們直視內在深處，順從高我的帶領，才會得到靈魂真正的答允。